Hello， 屯大家小姐嘅係一個國畫家同收藏家。中國傳統時代出現嘅山水畫，都一般講嘅國畫，也多年來睇對岸貴數多分樣，是從太多幾多人都想象唔到。台灣名家嘅畫作也幾多人中意。76歲嘅國畫家莊福英，是得講係兩岸三地拍賣同收藏界嘅名人，但像莊太前同王君比一類嘅畫作，一度有超過500張。當年中國大陸春天同秋天嘅拍賣會，都看得到伊嘅身影。鍾雄秀同陳慶偉帶我哋去看伊嘅故事，咪透過伊嘅世界來了解兩岸畫壇嘅變化。3歲呢，有個六法不是並沒神通，並沒好神通，一天利落，乾淨利落，戲韻最顯利的戲韻，發出來發有神秘冇神秘，看戲韻都啲。一比畫睇那麼澎湃，看到就像隔壁老阿婆誒，不過對佢畫圖樣誒，還係感受到有名嘅畫家畫圖嘅專心呢。公園每隻動力片也算咩畫家，做咁罕得有人類咩來畫圖。今年76歲莊福英還係堅持傳統。佢係苗栗太夫人，14歲就係台灣第一5星營養師，佢用是上台北上漲2000元。大兵都一下已經有幾啊億元的身家，收藏當到名畫。第一眼看到我說啊，這個老和尚，兩個穿着打扮呢，就是很隨便，不很講究。但是跟他接觸了以後，實在是老實說，我收藏之外很多觀念是從老師那邊學回來的。莊福英3歲就冇阿妹嘅，喺我要叫我幾位老太老妹，將20世紀上傳起。本但莊福英人生，那當到同傳統客家莊嘅富人家差唔多，不過學畫圖改變了佢嘅一生。你幾時用咗學畫？做乜用學嘅？因為我本來都係畫圖嘅人，我即睇石頭，我睇咩裝我嘅，佢叫我學不好，然後我聽從我拗個劉子的啥行畫圖啊，我好畫圖。這都是老相機。畢卡索先為翕相再為畫圖，3萬粗巧實力，莊福英嘅窮樣，幾次翕相學伊無卡人，未得到學畫圖嘅機會。民國43年，莊福英19歲，有一日有名畫家馬柏水去到苗栗太府畫圖。喺到附近呢，莊福英拄好翕相帖，把等翕相器材經過認識，馬柏水收幾幾拜師學藝。據說佢從嗰樣時時態美術內主任王君比先生好，不過學畫過程當辛苦，唔係普通人想象得到嘅。搶去台北一轉做1年。我早晨就6點5點人都要放入來，太府到太府街巷啊，我行到太府街差唔多15分鐘，坐鐵板茶巴士都苗栗要1點5鐘。當時呢，苗栗到台北滿富茶4點人就嘰坐茶落去就10點鐘。攞相片留下幾樣時到台北火車頭前，7架翕7架相片。佢喺先請聽王君比先生一齊學畫圖，一聽做40年。一般呢，學畫圖同畫圖嘅也唔會買，我所有先生我都學嘅。所以聽伊咧先生聽30-40年人會收啊，一個老師學按鍵會買嘅難難，但是嘢都唔掂。一啲老師都學唔好，伊學佢白嘅冇用。畫山水唔單止用相嘅，要做得寫生，一種敦化南路用3點透視法對平面看到層面，老大學翕相。古所夾嘅國畫當有生命力。有呀，敦化南路有70年啦，有一家個從老樹，一樹嘅幾50年咧，
个是总书吼，这样个总书的形态特别加高，特别美。因为一总书发起来哈，就有个样个，因为有中间的空间的安全导航啊，加个基底啊，可以拉近，有透视非常好，由远到近。政府引出的学畫圖和學會藝術投資，結合20年的精神，並同保存王君璧先生的山水畫，和成立的王君璧文教基金會。不過最近10年，兩岸經濟實力變化動態，越來越多畫賣去大陸，就冇再過轉來嘅。最記得在1998年的時候，我們去北京站的拍，從1998年以前一直到93年拍，到98、95年，到5、6年間，都是香港人、台灣人，都好東西都是台灣、香港去拍回來。但是97年以後，他們開始要進來跟我們來講。國境哦，對文化哈，以前流出去啊，全部是轉，所以夾個變到唱嗰度古法嗰度唱嗰度瓷器啊，都特別貴，買嘅唔呀，香港咪買唔呀。大陸桂花澎湃市場當好賣，不過假花咩當多。澎湃場當到假呀，也當到特別去買，當到你都不騙，拿假不可。假花請假用嘅冇辦法承認內涵，內涵還係要意思功夫。政府也認為做人要老實要信用，佢當堅持一點。他堅持什麼？第一個，他假的東西他絕對不碰，但是被人買錯，就是被人的觀念是哦，不小心買進來，就不小心賣出去，就這個觀念。按照老師，他就是說，如果他買錯，他就放着，他不會再拿出來。這個在現在這個收藏界裏面是難的。政府現行創出一個台北市綜合東路巷的泰勒奇蹟，有一瓶外賣190萬元的蔬菜，管理費1瓶漲40元。佢做主為泰勒對了錢變到賺錢。大夏以前是在欠債的，銀行是買了死，他做了以後，銀行下7位數字，知道吧？電梯換新，啊，這個大夏這個客廳這個裝潢，尤其對我們管理員年紀大的非常照顧。政府因動物賺錢，咪動物省錢，佢做嘛是當結節，比南嘅人行較像南嘅人，佢咪當有禮貌當謙，老泰勒管理員盡親人來照顧，佢大邊嘅過程，意思做行業群老謙，看見係咪看到一台典範。